你好，歡迎返嚟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上一集講咗 Billy Meier 嘅傳奇故事，但係相信大家喺腦入面會有個問號，成件事到底係真定係假？唔使急，今集我哋唔講故事，只講證據，由最神奇嘅預言到最致命嘅證人，一齊嚟一場真偽大審判。首先嚟幾個精準到嚇人嘅預言。1975年Billy Meier 轉述外星人所講，從地心計，世界最高峰係南美洲嘅陰博拉索山，而唔係珠穆朗瑪峰。呢個講法同後嚟科學家測定地球係梨形嘅結果吻合。佢早喺1987年就話恐龍滅絕係因為小行星撞地球，呢個理論後嚟先成為科學界主流。支持者列出佢好多預言成真，例如信用卡普及、互聯網興起、手機出現、查理斯王子同戴安娜王妃離婚。Billy Meier 甚至好準確咁講出1996年8月28日係佢哋離婚嘅日子，仲有愛滋病、恐怖主義興起同2次伊拉克戰爭等等。有報道話佢提供嘅金屬樣本經 IBM 科學家馬歇爾沃格爾分析，發現含有極純嘅多種元素，包括地球上極罕見、極難提純嘅鈾。馬歇爾沃格爾當時表示，呢種金屬結構獨特，每一層元素都好純，而且互不混合。以佢所知，地球嘅科技做唔到。另外，有啲錄音聲稱含有極高頻率，連 NASA 都話地球物質做唔出。接住落嚟係反對者嘅致命一擊，造假嘅技術以及證人。1997年Billy Meier 嘅前妻公開指證話，所有 UFO 都係 Billy Meier 用垃圾桶蓋、地氈、釘呢類嘅家居廢料造成。佢仲踢爆 Billy Meier 所拍攝嘅所謂女外星人相片，其實係電視節目裏面2位舞蹈員嘅相片。一名攝影特效專家喺2005年嘗試用1970年代已有嘅技術，即係冇電腦特效去複製 Billy Meier 嘅著名 UFO 照片，結果佢成功做到。方法係用微縮模型配合攝影剪貼呢啲老把戲。呢個實驗證明技術上完全可行。好多 UFO 研究者同科學家都指出，佢嘅照片雖然可能冇經過數碼刪改，但就唔代表影到嘅就係真飛船，好大機會只係精心佈置嘅模型。佢自己亦曾經承認用過模型去重現某啲場景。我哋而家一齊深度分析 Billy Meier 嘅動機、邏輯以及當中嘅可能性。好多嘅所謂預言其實好籠統，例如科技發展、戰爭，或者只不過係基於當時已有嘅推測。例如小行星滅絕恐龍嘅理論，早喺1980年已經有科學家提出。個別精準嘅預言，好似查理斯王子嘅離婚日期，可能存在巧合，又或者事後附會嘅可能。聲稱極度神奇嘅金屬樣本，最後神秘消失咗，令到獨立第三方無法再進行驗證，大大減低咗證據嘅說服力。Billy Meier 通過 FIGU 組織出版大量書籍，擁有眾多追隨者。事件為佢帶來巨大嘅名聲同影響力，呢點亦係判斷事件時需要考慮嘅背景。睇完兩邊證據，個天秤似乎傾斜咗。前妻嘅證詞同模型專家嘅複製，似乎比一啲來源單一、無法重複驗證嘅超前資訊更為實在。Billy Meier 嘅故事，與其話係一個科學發現，不如話係一個反映咗人類對星空無限幻想、對末世危機恐懼，以及對靈性導師渴求嘅文化現象。佢嘅照片塑造咗我哋對 UFO 嘅經典印象，佢嘅故事滿足咗我哋對接觸外星文明嘅浪漫想象。真相可能永遠喺星空中閃爍，難以捉摸。但係保持好奇心嘅同時，我哋更需要嘅係獨立思考同審慎判斷嘅能力。記住 I want to believe， 我相信之前，更重要嘅係問多一句 Why should I believe？ 點解我要相信？
你哋係點睇 Billie Meier 呢個個案呢？你覺得係世紀大騙局，定係被埋沒嘅真相？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下集我會講關於秦始皇同外星人接觸嘅傳說。我係619，約定你。